第一章，各自话上有基六也，二有悲观也。以人相为人义，又以基六为悲观。良知话，不良顺基六之相，你以为悲观后，将强一基六，你何以为悲观也？如将强一基六，你以为悲观，则亦将强一人以为仁义有。说天下之人，如何仁义者，必自之言乎？第二章，各自话上有川水也，国自东方则东流，国自西方则西流。人相之部分有善不善也，有水之部分有东西也。并自话水相部分有东西，部分有上下好。人相之善也，有水之上下也。人不有不善，水不有不行。金湖水，魄力一致，可使各双；极力相致，可使在山。是起水之相在，其势即然也。人之可使为不善，其性亦有是也。第三章。各自话相之为相，名自话相之为相也。有别之为别有，话然别有之别也。有别说之别，别说之别有别约之别有，话然。人之天之性，有牛之性；牛之性，有人之性有。第四章，各自话是色性也，人对也，非对也；义对也，非对也。并自话开为。人对义归也，话必中理，我中是，非有中有我也。有必别的，我别字，将其别有为也。
个为之月夜，话因有白马之白夜，无以因有白人之白夜，不是中马之中夜，无以因有中人之中夜，且为中者如何？中之者如何？话我哋即爱之，天人之地即不爱也。是以我为一者也，个为之类中初人之中，亦中我之中，是以中为一者也。个为之月也，话是真人之者，无以而有是我者。夫不知亦有然者也，然者是者亦有为无。第五章，明贵子问公道主话。可以为义对也，话显我见，个为之对也。乡人中有撇香一岁，即水见话见香，逐即水仙话先着乡人，所见在处。所中在彼，各在归，非有类也。公道主不能答，一个名主，名主话，敬惜夫好，敬地好，必将话，敬惜夫，话地为师，即水敬。必将话敬地，主话我在其敬惜夫也。必将话在为国也，主亦话在为国也。用敬在乡，处处之敬在乡人。贵主本之话，敬惜夫之敬。敬地即敬，各在归，非有类也。公道主话，冬日即饮汤，夏日即饮水，然即饮食亦在归也。第六章。